这人身份能确定吗？能确定，方健，他是我们业委会代表，住在16号楼307。就是。方健，哎，就他。别跑！站住！你行不行？站住！我扶你不？别动！恶性肿瘤的患者，还有一些病危的人。吵什么呀你？给我起来！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贲门癌？您确定吗？方健，他平时身体很好的，没闹过什么毛病。你们是不是那个检查错了？检查结果是这样。你要不再给他查查，他怎么可能得什么癌症？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这身体……没事。不是那个大夫是……身体我自己知道。走，走回家。走。你杵在这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还没死，你就不要在我们小区那边搞那个什么临终关怀中心。起开！你在写什么呀？遗嘱。你别害怕，没事儿。没事干嘛立遗嘱啊？咱们管理好多人都立了，格格也立了。在这干几年你就知道了，对于生死，有人看透了，有人未雨绸缪。我是属于后者，虽然现在活蹦乱跳的，但人有旦夕祸福，立个遗嘱，踏实。你没听说吗？人只有在立遗嘱的时候，才能明白哪些人更重要，哪些事要珍惜。新娘，你是否愿意与新郎成为夫妻？从今往后，不管疾病、健康、贫穷、富裕，都将携手面对，互相尊重爱护，一生一世，直到永远。不愿意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扶着他？我不是扶着吗？没事。哎，赶紧进去吧。不是你说你干啥不行啊？摔跤第1名什么意思啊？烦死了！就是你的问题嘛，你说是不是？走开吧，烦死了！我去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呀，没事。三月来了，三月，跟着我。你现在就是怪我了？我不怪你，怪谁啊？说了不搞什么草地婚礼，非要搞草地婚礼啊！现在摔成什么样了？烧得像个披萨一样，忙前忙后一大堆事情，我哪顾得你啊？
这是搞定婚礼的问题吗？我妈是专门找过风水大师的，这酒店的风水是最好的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妈最懂了，那是跟她过去，跟我过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！你说就不能少说2句啊！哎呦天！是啊，没完呢，咱们。先吃点东西吧，我上旁边抽根烟。你不说你饿死不回来吗？回来干啥？给我钥匙，我拿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听你大爷说你找工作了。干什么呢？工资多少？五险一金给你办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长点心。现在外头搞传销的可多了，你别一天到没心没肺，最后还得让人给骗了。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。在哪儿？我说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，给遗体化妆的化妆师，听清楚了吧？谁在宾馆做化妆师？你谁呀你？哎，那个，哎呦，哎，可以了是吧？怎么回事？走吧，不是你谁呀？他刚刚说他在宾馆做化妆师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家姑娘她过来拿个钥匙，你们听错了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师。你画呢？行了，喂，怎么了？啊！你去这什么意思？根本会钱！我看清楚了，怎么了？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我对你怎么了？行行行，好了，哎，文静，文静啊，你看，3月他也不是有意的，你别生气行不行啊？啊？哎，你别管。哎，3月啊，你看你妈的脾气就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哎，你是故意的，你绝对是故意的。什么故意的？他干什么工作不好啊？你非让他干这个，到殡仪馆去给死人化妆。是，那么多工作，问题是他干嘛？他不干别的，他也不许他干这个。那总比在家里待着强吧？1年了，先有个事儿干起来，不挺好的吗？好个屁！我是开婚纱铺子的，要是周围人知道他干这个，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？不是苏文静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干这行怎么了？不偷不抢的，凭自个儿本事混饭吃，碍谁事儿了？别人也就算了，你是他妈妈，你怎么也不理解他呀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我怎么了？你看你现在都活成什么样子了啊？你现在要把赵3月给我拉下水，你让他去跟死人打交道，你来气我是吧？苏荣，你现在是不是看我日子过得比你好，你嫉妒我了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就这么大能耐啊！你有本事，你再给他换个工作。你把东西给我收拾好了，以后别有事没事往家跑。你放心，不会再麻烦你的。杨楠姐，吃甜品不？你咋来了？我路上碰到买了点儿，想来跟你一起吃。来，你不是去看你妈了吗？怎么没住一晚上？还挺好吃。
咋啦？不高兴？